10萬平方嘅商業街。住喺佳景康城嘅朋友相當之幸福啦！依家有拱北車喺呢個位置接送你哋過去拱北嚇。千萬嘅園林景觀，落樓就有我哋嘅同德小學同埋幼兒園㗎。佳景康城3期啊，呢個業主收樓過嚟，一日都未有入住過，依家蝕大幾十個都話出咗佢。135平方南北對流嘅大4房啊，所見即所得啦。現樓嚟嘅，即買即入住，即刻辦房產證嚇。所有個裝修用料咧，全部都係我哋國際嘅一線大品牌嚟嘅。得房率又高，空間又大。我哋鏡頭入邊睇到啊，全屋呢個日立嘅中央空調啊，都係送埋俾你嘅。而且3期仲有1000萬嘅園林景觀都係送埋俾你㗎。單價13000幾就可以攞低呢套房啦。